继续来到南投的德山，这个德生活文化促进协会邀请到德山高中的学生来体验到做这个德工仔椅，而且邀请到在地工艺老师傅亲身来指导，希望少年的一代更加认捌到德艺的产业，嘛甲德仔工艺继续甲传承落去。 这个是德山镇重要的经济产业，同时嘛，真侪德仔工艺老师傅，因为随着时代改变，德仔这个产业已经被代替，各种德仔工艺技术渐渐消失。所以讲，德生活文化促进协会就邀请德山高中的学生做伙来体验要安怎做椅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的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传承的一个经验哈。觉得学生能让学习认识我们竹山的产业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让他亲自体验一下。老师希望讲，为工艺制作的过程中，互因了解德山这片土地是祖先留咱的一个宝地。要那个画要准吼，空要那个拉个准哦，所以讲有当时因画了嘛是拢也无讲非常的标准啊。 因为可以自己手做，就是体验以前还没有机器的时候手做的感觉。电动挖比较方便，而且很快，然后它的洞会很圆。可是手挖的话，力气不够，会挖不下去。德山高中学生囡仔拢做个真欢喜，因大部分拢是头一摆体验到，想不到原来做出一条椅啊无遐简单，所以讲我都完成作品真有成就感。